本節目內容含有粗言穢語，未滿18歲人士請勿收睇，多謝合作。喺過去呢個 weekend 咧，除咗呢個台灣嘅4大公投之外咧，其實就仲有一場嘅選舉。咁但係呢場選舉咧，就香港應該都冇人講噶啦。但係唔係因為共產黨，而係呢場選舉嘅地方咧，我都可以幾肯定喺香港就冇人識嘅啦。點解呢？因為呢一場選舉咧就係響我鄉下沙撈越，沙撈越咧就響星期六嗰日咧就舉行咗呢一個嘅叫做州議會選舉啦，即係姑且只要用住呢個 terms 先啦。咁呢場州議會選舉咧，其實即係都係嗰句啦，表面上冇雷公咁遠，又會即係好似冇乜關事，但實際上咧，亦都係即係多少都會同香港係有一啲嘅關聯嘅。咁我陣間就會解釋翻俾大家聽，到底呢場選舉係同香港有咩嘅關係啦。咁講翻呢場選舉係點樣一回事咧？咁其實喺馬來西亞啦，叫做13個州啦，姑且咁13個州裏邊咧，其實各自每個州都有自己嘅州議會，沙撈越亦都係一樣。咁只不過話咧，沙撈越嗰個嘅州議會嚟講嘅話咧，就同其他嘅州份唔同。其他嘅州份嗰個州議會咧，全部都係會同國會大選咧叫做同步嘅。咁但係沙撈越嘅州議會選舉咧，就有自己個 schedules 嘅。咁對上一次咧就係響2016年嘅。咁照跟翻呢個沙撈越州自己嗰個嘅叫做憲法嚟，州憲法嚟講嘅話咧，咁就其實就響今年嘅5月咧就夠晒鐘噶啦，咁要即係再重新舉行大選，但係咁因為呢個咁嘅武漢肺炎之病毒咧，咁就所以咧就一路押後延期，就押後對到咧就喺啱啱過去嗰個星期六咧先至舉行呢場選舉嘅。咁呢場選舉咧就要選出嘅議席咧就總共82個，由4個主要嘅政黨或者一啲政治聯盟啦，再加幾個嘅細黨同埋一啲嘅獨立人士，就合共咧總共349個候選人咧就去爭奪82個議席，而講緊成個嘅選舉嘅結果咧，就同我原本嗰個即係預計，真係預計差唔多啦，一如所料啦。咁沙撈越本身嗰個叫一個最大嘅政治聯盟叫沙拉越政黨聯盟，咁我哋一般簡稱叫做 GPS。GPS 入邊總共就有4個政黨，4個政黨夾埋咧就攞到76席，唔係 majority， 直頭係攞到 monopoly， 即係控制晒成個州議會即係嗰個州政府嘅組成。咁另外咧就仲有，如果講馬來西亞政治的話嘅話咧，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嗰啲即係咩巫統啊、國陣啊、咩希望聯盟。咁希望聯盟本身即係呢個包括民主行動黨加埋公正黨嗰啲咧，咁本身佢喺沙撈越州議會上屆咧就攞到10席，咁但係今次選舉咧真係叫做輸到得翻條底褲，得翻2席，而呢2席咧都係民主行動黨所贏得嘅。咁再另外咧就有一個叫做佢個名就叫沙拉越全民團結黨，係咁嘅，啲名係咁交。咁呢個叫做沙民黨咧，即係簡稱沙民黨本身係即係我哋會叫佢做一個叫青蛙黨。點解咧？因為呢個叫沙拉越全民團結黨原本最早期咧，佢係即係國陣嘅其中一個成員黨嚟嘅。後尾到2018年嗰次嘅大選時候咧，咁就做咗隻青蛙，咁就跳咗過去希盟。再跟住冇耐咧，佢又即係隨住呢個毛尤丁發動政變之後咧，咁又再做青蛙就跳出嚟。不過佢就今次就黐唔到，就叫做自己一個黨去選咧，就攞4席。而講緊咧，就頭先我話叫4個嘅主要政黨聯盟啊嘛，咁數咗3個啫，係咪？第4個係咩？第4個咧就係
本身咧呢個黨咧就喺2013年成立，但係咧大約去到2016年嘅下半年至2017年先至開始轉為一個即係活躍，而佢本身佢拎住嗰個旗號或者佢個政治主張咩，就係沙獨，爭取沙撈越獨立，啲分裂馬來西亞可恥嘅叫做肯亞蘭全民黨啊。咁呢個黨咧就派出73人去參選嘅，結果咧大家計一條數啦吓，咁啊講緊76+2+4，啱啱好82，即係話講緊呢個肯亞蘭全民黨就全軍覆沒啦。咁而講緊呢，其中有66名嘅候選人，因為未達到嗰個叫最低得票要求嘅12.5% 咧，就被沒收咗按金，就5000蚊馬幣。而講緊呢個黨嘅黨主席溫利山呢，佢自己都係啱啱好夠12.5咧，先至叫做保住咗個按金嘅。咁啊，逐個即係叫做個政治聯盟或者政黨簡單講下嗰啲少少嘅 background 啦。咁啊 GPS 本身咧，佢其實如果喺成個馬來西亞聯邦裏邊咧，佢其實就黐住巫統揾食嘅。咁啊，即係其實佢係叫做國民陣線啦，以前而家叫做國民聯盟啦。其實換湯不換藥，即係改咗個名啫。咁佢4個政黨成員咧，尤其是即係喺今次選舉贏咗啦之後，仍會繼續做叫首席部長啦，即係你當係首相啦 ，OK， 叫做阿邦助啊，阿邦助佢所屬嘅嗰個叫沙拉越土著保守黨嘅話咧，以及咧一個叫做即係嗰個名就叫沙拉越人民聯合黨，但係呢個黨嘅背景咧，其實係沙撈越共產黨再演變出嚟，我所謂叫做沙共嘅餘部。咁呢兩個黨咧，其實就即係一路如果喺馬來西亞嘅聯邦政治，即係喺國會嗰個層面嚟講嘅話，就比較多參與就呢兩個政黨。可以話幾十年嚟咧，對於即係沙拉越嗰嘅利益出賣咧，就佢呢兩個黨真係叫做主要戰犯㗎啦。咁台灣呢幾日國民黨成日要話要捉戰犯，我用翻戰犯呢個 terms 啦。咁只不過話即係叫做沙獨啦，或者叫做即係正式啲嚟講叫做 Sarawak for Sarawakian 呢個叫做 S4S 嘅呢個火頭，咁就喺大約2013年咧就開始出現啦，呢個火頭。咁跟住咧就喺2014年咧就開始擔任呢個首席部長嘅叫做阿德南。咁叫做佢稍為咧係去即係喺整個馬來西亞聯邦嘅嗰個政治嘅方面嚟講，佢稍為對喺個黨度修改個路線，就話要去守護翻、爭取翻沙撈越嗰個權益。而有的而且確咧，阿德南在任嘅時候咧，咁啊亦都係叫做從吉隆坡嗰方面，即係叫做聯邦國會方面咧，就爭取到一啲嘅咁嘅叫做一啲嘅憲政權益翻嚟。但係亦都坦白，13個 item 我除咗一個同石油有關嘅之外，其他嘅講緊嗰句都係一啲叫做無關痛癢嘅，即係叫做做樣出嚟俾你睇，係啊，我叫做我成功爭取啊。even 就算石油都好啊，亦都的而且確即係話喺如果冇記錯，因為2016定2017年咁上下啦，咁就係話馬來西亞聯邦國會咧就通過一個法案嘅，咁啊將咧即係俾翻沙拉越嘅石油 rebate 啊，咁就由5%提高到去到20%，即係好好睇嘅。我成功爭取，不過呢條法案通過咗已經超過4年，到今日都仲未落實執行。即係你睇到即係全部嘢做樣嘅啫。咁但係去到阿德南咧，就喺2017年就離世啦，而就由呢個叫做阿邦佐咧，佢就接任做呢個叫做沙拉越Prime Minister 啦，呢個首席部長或者叫首相啦。咁佢繼續仍然即係沿用住即係呢個方向，叫守護住沙撈越權益呢一個方向。但好老實際上其實只係配合翻即係吉隆坡嗰邊國會嘅嗰邊巫統啊國陣佢哋做場戲出嚟，即係繼續係呢一樣嘢嘅。而即係姑且叫好聽少少就話，啲戲交到嘅，呃下人咁樣咯。
至於即係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少少嘅希望聯盟，點解喺呢場州議會選舉度，真係叫做剩翻10席，剩翻2席，真係叫做輸剩條底褲呢？其實個關鍵就係佢連戲都唔做，又或者即係衰啲講叫做啲戲係穿晒崩，即係阿霞姨要收咗啲飯盒佢。OK， 咁再者呢，就係話，其實無論響喺翻西馬之馬來半島又好 ，even 或者喺沙拉瓦沙巴都好咧，留意下，大家留意下，希盟啲政客咧，即係路邊頭你就算銀蛙都好咧，好似只係識喺一啲叫做喺城市嘅選區裏邊咧，佢哋去做嘢，之所以叫打城市戰。但講緊沙拉瓦其實你話即係叫做 urbanized， 係一個城市地方，其實唔夠1成嘅，但係絕大部分都係啲咁嘅窮鄉僻壤嘅，咁所以其實即係睇翻呢個因素咧，希盟咧響沙拉瓦其實一歷以嚟嗰個基礎都係唔係好穩陣嘅，而至於響呢個叫做沙勞越嘅憲政權益嘅問題上面咧，希盟係唔止真係叫做冇貢獻過冇做過嘢，或者係即係頭先所講嘅，即係要霞姨收咗啲飯盒啊。而講緊就話希盟響即係2018至2020年期間咁就叫做執政啦。佢對於就係即係關於沙勞越嗰個嘅憲政權益啊 ，no matter 係石油啊 ，no matter 係啲叫出入境管理權啊，以至係叫做教育政策，即係咪叫做承認華校啊等等嗰類嘅事情嘅話咧，希盟佢冇都心明不特止，仲即係有啲咁嘅好似喺度拖緊後腿嘅。咁 overall 即係大家睇到呢一個咁嘅情況嘅話，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一個講法，就係10席輸剩2席，輸剩得翻條底褲嚟講，呢個係真係佢哋應得嘅。我話前邊就講到，即係今場州議會選舉其中一個重點所在，或者真係個焦點所在，就係所謂叫做沙勞越嘅憲政權益。咁理論上的話，所謂叫做如果你高舉沙拉瓦 for 沙拉瓦奇人呢一個嘅旗號，即係我哋叫做 S4S 啊，即係打住呢一樣嘢嘅話，甚至乎即係叫做講到明話，我哋爭取沙勞越獨立。分裂馬來西亞領土可恥 ，OK， 咁照道理上喺佢即係 by theory， 其實應該會有啲成績嘅，咁但係點解呢個肯亞蘭全民黨佢會全軍覆沒呢？嗱，首先一樣嘢同大家回帶過去呢，如果我即係有講關於沙拉瓦的話，大家即係有睇或者有聽都好啦，你一定我聽過我有一個 terms 出嚟。就叫沙勞越版嘅熱普城，大家應該係好有印象噶啦。而講緊，我而家就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其實呢一個 terms 所謂沙勞越版熱普城，講緊嘅就係肯亞蘭全民黨。咁即係一講到熱狗呢一樣嘢，可能即係呢度嘅觀眾聽眾絕大多數都即係話，唉，今日抵死啦，係咪先？不過，即係唔好咁快下定論，你即係一錘定音先，都要去了解，到底發生咩一回事先。嗱，先講翻個選舉個方面，肯亞蘭全民黨咁佢個全名叫 Parti Bumi Kenyah 啦，咁簡稱叫做 PBK。咁佢其實佢提出嗰個嘅政綱咧，同埋論述好坦白講，我有及過嘅，好虛嘅，好唔實在嘅，即係講緊。即係不斷去嗌口號式，就我哋要爭取沙勞越嘅憲政權益。如果我哋係叫做攞到嗰個過半數嘅議席，我哋會帶領沙勞越獨立，一路係咁嗌。但係點樣嚟到去即係 make it become true 去 do something， 即係點樣啲嘢係要去做咧？唔好話即係過去呢7-8年裏邊講緊，即係得個噏字。就算你話去到即係近呢4-5年啊，即係叫做開始比較活躍，其實佢哋講嚟講去都只係喺呢個叫做馬來西亞 agreement， 即係嗰個馬來西亞嗰個組成喺1963年嗰份協議啊，
即係馬來亞搭新加坡搭呢個沙拉瓦同沙巴，跟住組成一個叫做 Malaysia Federation 呢一嚿物體呢個協議裏邊，開始不斷拿住呢份協議咁喺度不斷喺度兜啊，而咁啊延伸出嚟就話，從呢份協議咁其實我哋沙拉瓦咧，我哋應該係享有啲咩權益嘅，所以咧我哋要去爭取翻我哋嘅權益，我哋要爭取沙勞越去獨立。而講緊響今次嘅選舉咧，佢其實都只不過話即係重彈呢啲嘅老調，即係唔好話一啲叫做好實在嘅，即係所謂叫地區嘅事務喺呢個政綱冇，頂多即係去到中後期啦，即係差唔多臨近提名日啦。佢先話加項嗱，如果我哋當選嗱，我攞到過半數議席嘅話咧，咁只要你攞住我哋黨發出嘅嗰個叫 Kenyalan Passport， 咁係啊，佢真係叫 Kenyalan Passport 啊 ，OK， 咁其實呢本 passport 都係一本書仔嚟嘅啫，叫做懶係好似即係攞個名又好似護照咁啦。咁佢話呢本咁嘅 Kenyalan Passport 咁啊點樣攞咧？其實就係你入黨或者就話即係你捐錢咁啊，叫做作為一個 as supporter 啦，咁就可以攞噶啦。咁啊，至於 Kenyalan Passport 嘅好大咧，我就每人派3000疊係咁多。咁雖然你話即係沙拉瓦嘅人好老實講，即係喺嗰個政治個智慧個文字水平又唔係話真係好高但係即係再一啲叫做政治選舉嘅一啲基本嘢，所謂政治 ABC， 即係都即係譬如話你啲政客你提出你嘅政綱你嘅有個目標啦，你咁到底你要做啲乜同埋點樣去做 what to do，how to do，其實佢哋都仲會識得去諗嘅。咁某程度，如果基於呢一個嘅即係嘅情況嘅話咧，就應該大家都會即係睇得到啦。點解呢個 PBK 呢個肯亞蘭全民黨真係叫輸清光？呢個我係其中一個原因啦。我相信大家睇到即係啲呢個 PBK 佢哋一直以嚟啲文宣論述咁嗰啲。你應該都會就即係可能單純大家都係聽我講睇我講啦，都應該會覺得喂，點解啲風格或者佢哋啲內容方向點解咁好似一啲似曾相識咁嘅咧？事實上對比翻呢個咁嘅陳雲嘅城邦論，佢城邦論都係其實都係以一啲嗰個叫歷史文獻一啲嘅基礎再去嚟到去定一個目標。佢都係冇提出，或者其實佢都講唔出啦。即係實質上到底應該即係有啲咩嘢去做嚟到去實現啦？又或者好似呢個黃毓民咁樣佢成日講埋好多好叫做好吸引嘅一啲嘅口號，咩全民制憲咩我哋爭取本土嗰啲又係一堆口號，因為再唔係黃洋達嗰啲咪成日喺度講啲又係得啲鳩噏，又或者講派錢，大家咪跟住咦係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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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然後係咪我講嗰個叫沙勞越版熱普城呢個講法係咪真係覺得係好貼切，甚至乎真係叫做完全正確咧？講翻一件我收埋咗真係超過2年嘅一個秘密啦。講緊就係響2019年嘅3月，咁嗰次咧我就翻去古晉，嗰次翻去古晉咧就成個星期，咁嗰次翻去古晉最大嘅目的咧，咁就係我舅父咁我哋嗌佢做六舅父啦。咁其實喺即係叫做論資排輩嚟講，咁佢係我媽即係叫同一個老豆。我媽嘅大哥咁，只不過話即係嗰邊嘅人嘅習慣，即係喺比如排1、2、3、4、5、6嗰啲咁嘅一路，即係唔知點樣排啦。總之佢係我媽嘅大哥，咁我哋嗌佢做六舅父。OK，咁翻咗1個禮拜，咁其中有一日嘅晏晝咧，我就抽咗啲時間出嚟咧，就約咗阿溫麗珊，即係呢個肯亞蘭全民黨嘅主席溫麗珊就見面。咁我記得咧嗰次嘅見面咧，咁我哋就約咗去一個即係啲學家成塔啦，或者嗰邊叫 food 都係即係你喺沙拉瓦都係叫翻 food court 啦。咁嗰度約咗佢，咁佢同埋2個應該係佢啲黨友，或者甚至乎我會覺得係可以話當佢係溫麗珊自己嗰個幕僚嘅人啦。
咁啊坐低大家叫做打招呼，傾咗兩句之後，咁啊其中一個兜啊，你是不是認同沙拉越是一個國家？兜口兜面就咁樣扯埋，真嘅。咁我個答法咧，你會覺得都會有啲技巧啊。我話沙拉越咧，的確咧，曾經是一個國家，那現在咧就是要爭取回成為一個國家。我避咗，即係我話唔聽，我真係叫做避咗。而家好老實講，幾唔願意都好。而家的而且確沙拉越唔係一個國家，而且真係叫做被 downgrade 到只係馬來西亞嘅一個州，而唔係話當初所謂叫做馬來西亞 1963嘅時候，所謂其中一個叫做邦屬。No， 即係一個現實，我特登好去咁樣去避開咗。我話唔聽，你問得呢一句，我已經即刻 alert 到你咩料，我已經自己心中有數。而講緊大約大家傾咗偈半個零鐘到啦。咁尹麗珊同埋佢嗰兩個姑且叫做幕僚咧，其實講嚟講去都係話，我哋嘅目標就係爭取呢個沙拉越獨立吓，但係唔好話點樣 make it become true 啦，即係唔好問我 what to do and how to do。最簡單一樣嘢，你提出咗一個主張擺喺眼前嘅，一定係有一堆問題，有一堆嘅事情係應該即係要睇下點樣去面對，點樣去處理噶嘛。但係佢哋咧唔講啊，冇提講唔出啊，頂盡都係話一啲好虛浮嘅回應嚟嘅啫，即係總之唔實在嘅。然之後咧，咁啊傾咗叫做大半個鐘度啦，咁啊跟住揸車走翻去我舅父屋企啦。咁其實路程就唔好遠嘅，10零分鐘到噶啦。我又喺嗰段路程裏邊，我又不斷諗，點解即係阿陳雲根嗰啲咁嘅曾經發表嗰啲偉論，我一路咁啊走浮晒出嚟，跟住真係心入邊即刻即係彈咗句出嚟，真嘅真係彈咗句出嚟。點解溫麗珊咁陳雲 feel？ 我真係彈咗呢一句出嚟，而講緊之前咩叫做沙勞越版熱普城，就係基於當日即係呢一場嘅會面之後，我咁樣走出嚟而去用呢個 terms 嚟到去同大家講嘅。係啊，收埋咗2年。但係我諗大家都見到我都真係叫做把口幾密，同埋真係叫做幾忍得嘅，因為我其實心入邊即係後生嘅時候唔好講啦，即係依家即係都有翻51年紀，即係更加同埋即係過呢10年都即係經歷咗咁多嘢，見識過咁多嘢嘅時候，因為其實都好知道咩叫做小不忍則亂大謀，有啲嘢真係你要係去做都好，你都要睇啱時機去做，所謂叫要靜觀其變。咁即係呢2年幾裏邊，一來我就亦都要去睇下佢開邊飯啦，二嚟咧就係去到舊年年初啦，即係2020年年初，即係差唔多呢個武漢肺炎之病毒爆嘅前後咧。咁我嘅堂家姐咁就係呢個 N79 布吉哥打選區嘅林連芬。咁佢就 WhatsApp 咧，即係我哋都偶然都會咁樣 WhatsApp 傾下偈咁樣成。咁佢就話知佢加入咗 PBK， 咁啊準備要參選啦。咁我淨係即係同佢講一句就 May the God bless you， 因為我其實我堂家姐佢哋一家係差唔多叫English speaking 噶啦。咁但係佢哋除咗講英文之外咧，咁亦都係識一啲嘅伊班話啦，因為我其中2個嘅堂姐夫咧，佢哋係伊班人嚟嘅，聽其中有一個係可能係達雅人嚟嘅 whatsoever， 總之係啲土著啦。OK， 咁所以有時我佢又係一係就講啲江會就江學嘅會 OK， 但係即係如果係中文佢哋就未必話真係咁識，所以我哋英文為即係主要用打，即係如果 WhatsApp 嘅話就即係英文就做嗰個溝通語言。我話 May the God bless you 啦 ，and would the God make great effort to you OK 咁啊，同埋即係叫做叮囑佢
一切小心啦。有啲人所謂叫做嗰句叫做咩啊？人心隔肚皮 ，OK， 小心就被利用。咁之後咧就再冇同佢講過 something about PBK 或者係選舉嘅嘢啦。咁但係好話唔好聽，即係叫做屋企有人去參選。咁關於 PBK 嗰個問題，我就更加之要封口啦。咁而家係呢個肯亞蘭全民黨全軍覆沒 total loss， 就連黨主席溫利山自己都幾乎叫做個按金都輸埋。咁於是乎我就會覺得 It's maybe the time 咧，都可能係真係叫做一個嘅適合時機，所以就喺趁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埋。溫利山同中共同支那匪有冇咩聯繫呢？咁好老實講，就現階段就唔能夠話真係去下一個定論嘅。頂盡即係叫宏觀上嚟講，好似真係啱啱同熱普城有一個巧合嘅。但係如果喺翻支那匪嗰個角度嚟講嘅話，其實有啲嘢係有跡可尋嘅。之前嗰集節目講沙拉瓦嗰啲節目，我亦都有提過一啲，我綜合簡單3個點。第一就係話，所以陳雲根嘅出現係隨住啱啱嗰個所謂叫做香港嘅所謂叫做本土意識啊，嗰個咩驅逐蝗蟲啊嗰啲嘅事情就突然之間爆出嚟。肯亞蘭全民黨出現嘅時間同 S4S 嘅成個運動出現呢，其實又係差唔多。第二就係話陳雲根本身嗰個目標就好明顯嘅，就係去做騎劫 PBK。亦都係即係叫做佢去騎劫所謂 S4S 呢個嘅議題。第三，剛才節目開頭即係講個選舉結果入邊，我都講啦，即係有一個政黨叫沙拉越人民聯合黨，其實係沙共餘部嚟噶嘛。因為沙撈越共產黨咧就喺1957年咧就被英國瓦解嘅，咁部分即係冇走佬去到印尼或者係翻咗偉大的祖國。嗰啲嘅話留咗喺沙拉瓦嗰啲殘餘勢力咧，佢哋就去 form 咗呢個黨出嚟就繼續活動。咁但係 S4S 呢一樣嘢，佢哋即係I mean係沙人聯，佢哋冇辦法切入點㗎。同樣道理，你禮義廉公賊嗰啲，亦都冇辦法佢哋去即係叫切入得到就係叫香港本土問題呢一件事情上面噶嘛。咁於是乎啲嘛。咁咪揾件新嘅出嚟咯，而我覺得呢3點嚟講啦，就啱啱好就解釋得到咧，支那共匪即係對 hold 住呢個沙拉瓦咧嗰個動機或者佢個做緊啲乜咧，即係可以解釋得到，亦都係叫做可以推斷成立係支那匪將熱普城向香港呢個玩法copy and paste 過去沙拉瓦嗰個嘅可能性係的，而且係可以推得到出嚟嘅。再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熱普城咧，即係香港同英國嗰個嘅即係 connection 啊，或者 BNO Visa 之類嘅事情咧，熱普城一直以嚟佢即係佢都係全盤否定噶嘛，對於英國嘅嘢係咪？而講緊PBK 佢哋溫利山佢哋對於沙拉瓦原本係一個獨立國家，本身呢個獨立國家係即係呢個叫做布魯克王朝 Brooke Dynasty 英國人嚟嘅。OK， 你唔詳細解釋，總之大家睇翻之前嗰一集啦。OK， 佢哋亦都係即係叫做好全盤否定嘅。講真嗰句，只不過話佢哋就唔會話好似啲熱狗啊，好似陳雲根啊、菊花達嗰啲咁，即係將英國嗰啲嘢叫講到出口，或者係即係叫做玩爛佢。佢哋又唔會做呢個分別，就喺呢一度啦。咁你話係唔係話真係叫做呢個肯亞蘭全民黨就係呢個沙撈越版嘅熱狗？咁啊睇下時間嗰個證明咯，係咪先？咁但係有一樣嘢，我順便真係叫做補充一下，就係話假設成個推論係真啊，即係叫做我又開口中啦。咁其實成個鋪排你會發現個支那匪點解咁樣做咧？就係佢可能佢以為唔會有人發現呢個咁嘅巧合喺呢度。但係我咁講喎，即係成日話阿毛坤泰啊、容樂琪啊、陳志豪嗰啲成日話我係悉尼老鼠啊嘛。咁如果我真係悉尼老鼠嘅話，Facebook
呢個支那共匪毛澤東私人攝影師嘅仔陳樹同埋 Google 香港，你都使乜咁打壓啫？嗱，你從呢件事你睇到支那匪有啲嘢真係叫自打嘴巴嘅，同埋仲有一個好緊要嘅 point 就係關於喺二次大戰嗰個歷史，日本即係叫做向南進行發動攻擊嘅第一個爭奪，即係要希望要攞到打到翻嚟嘅地方，其實就係砂拉越。點解？因為有石油，而講緊砂拉越依家係仲有石油，雖然個存量唔算得好多，但係其實豐富過文萊都 OK。而且咧，舊年咧就發現咗做咗個勘探啊，就發現可能有新嘅油田或者天然氣田啊，即係點？大家高呼翻之前我講沙勞越嘅嗰一集啦，亦都因為咁咧。我對於呢個肯亞蘭全民黨全軍覆沒，包括埋我堂家姐都好咧，其實我一啲都唔意外，甚至乎即係喺成個嗰個大局方面咧，我可以某程度上我叫鬆一口氣嘅。點解？因為變咗就話溫尼沙佢哋暫時好難再繼續去操作呢個 S4S 呢一個議題。咁可能大家姐都會好留心聽書嘅話，又會講 GPS 繼續出埋沙拉越，咁點咧？都係嗰句啦，咁起碼你亞幫助呢啲同巫統國陣佢哋夾埋做場戲，都叫做做得真係似樣，咁咪即係 less evil， 唯有就係咁嘅啫嘛，係咪先？咁你至於你話沙勞越嗰成個憲政權益，甚至乎係個主權問題，有冇得解決嘅？其實係有得解決嘅，但係個方法得一個方法。就係沙馬分家，即係1965年8月9號就星馬分家，即係要就用翻呢一個 term 出嚟，再改個字就叫沙馬分家。咁沙馬分家之後點算呢？沙馬分家之後呢，其實如果根據翻呢個1966年叫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話呢，沙馬分家呢，咁就要由英國暫時接管翻。咁而再然之後，再追翻嗰個一啲嘅歷史同埋嗰啲叫做啲 agreement 嗰啲嘢成咧，英國暫時接管翻之後咧，就最理想就係再交翻俾第三任國王，因為叫佢退位將砂拉越交俾英國嘅 OK。第三任國王叫 Charles Winterbrook， 咁佢其實原本佢係立咗王儲噶啦 OK， 因為 Charles Winterbrook退位嘅時候，佢都年紀好大噶啦，咁佢就立咗王儲，王儲就叫做 Anthony Brooke。咁 Anthony Brooke 咧，佢其實喺2011年已經係過身噶啦，咁佢仲有啲後人喺度，就交俾佢哋去復國。而且咧 ，Anthony Brooke 喺佢臨終之前一年，即係2010年咧，就託付咗佢個孫，就叫 Jason Desmond Brooke 咧，託付咗佢重整翻成個Kingdom of Sarawak 嘅歷史喺度，咁Jason 咧就喺英國倫敦咧就成立咗一個叫 The Brooke Trust， 咁我暫時都叫做翻即係跟翻廣東話嗰個譯法咧就叫布魯克基金會。咁呢個基金會咧就係去做Anthony Brooke 嘅所謂叫做臨終前一個嘅託付啦。咁個基金會咧，亦都係陸續將喺古晉以前Brooke Dynasty 成個皇室嘅一啲建築物咧，逐步去做復修嘅。咁大家都係循住一個方向，即係從一個文化保育個方向嚟到去做復修。咁然後就將佢變翻做一個博物館，就開放俾人去參觀。道理上咧都可以話，你見到如果我提出呢一個主張，就係沙馬分家，跟住英國接管，然之後英國再去交翻俾呢個布魯克家族嘅人事物嘅條件擺咗喺度咯。至於行唔行得到，點樣去執行呢個仲有排研究，因為好老實講，Jason 佢哋而家係咪真係叫做去 ready， 或者可能 progress 緊某啲嘢，依家呢刻間係未睇到，亦都可以只能夠講話唔知道。但係最起碼我會提出就話，有一個真係好實在嗰個嘅基礎，其實沙勞越嗰個嘅憲政問題係嗰個處理方向係啲乜嘢一回事。咁大約今集就同大家講到呢度先啦。咁多謝晒大家收睇，拜拜。